学语文章朗读篇名，描出阿妹的背影。作者：齐勋奇，朗读：阿文国。明日就像是一面洋洋洋洋、无边无尽的大海，明灯人同人之间的距离，明灯世界的脉动。明灯人生生活，我就像是一米五的，接上秋日明度悠悠呀呀，近秋近春，近秋杀近夜。还记得读国中爱开学的前几日，阿妹拿等一支手机的，讲爱帮我用。头下嘛，我义父自家的义工，是唔是有通查？紧确等手机的，欢喜到奈唔得。心肝都梦想，我总算没有一支手机的咧。张想讲，爱样办好好来使用也手机嘅下，就听到阿妹讲。本手机诶，是方便老屋企人联络事情哦，唔是本拿来变鬼变怪嘅，也生各种咧。自家爱晓得自从，更做得多。我天天点头讲，阿妹放心啦，我使用手机诶，听说我有准则。沙等几啊日，手机的地图3不2时就跳出游戏社交软体的讯息。阿妹放心啦，我用手机的听说我有准则。这句话早就变成一阵风，逼到天外烟起嘞。明日世界。切断阿妹老外之间的声音，唔到底嘅同屋企人讲话嘅时间渐来渐短，同手机嘅相处嘅时间越来越长，听书做家务嘅时间渐来渐少，除了手机嘅时间越来越多，我就像紧跌下嘅大头畜穷样。一旦手机诶拿在手上，爱放下来是无应该嘅事情。记得有一日18夜过后，拄好我老同学交等，紧张出击嘅线上游戏，阿妹很爱好去4万块咧，我早夜无听到，过无几久。阿妹又个横加一摆，我就肯定应讲，太细心，特别就很爱，我卡抢出我一3人下，没想到这句话层层触入阿妹的心。阿妹听到过后，就点点行日做下去生活。我看到阿妹生活的背影。感觉到头下对阿妹嘟嘟唱唱，怎言高分，就急急放下手机诶，同阿妹飞失离，留阿妹手上嘅碗筷接来食。这步为到这件事情甩唔落高，那角度抱出阿妹生活嘅背影。个背影就像是一面镜诶，就等阿妹有欠背掉嘅身影，啥样出爱无看无唱嘅态度，就等阿妹对爱嘅开容笑面，啥样出爱对阿妹黏滋滋诶嘅面目，江城夜深。
我嘅反响比也还较长。经过礼拜嘅事件，才意识到我嘅日常生活已经被忙碌世界太狠狠，渐渐嘅梳理对屋企人嘅互动。故说，我想称赞阿妹对我嘅信任，爱自我要求，正确来使用手机嘅。学校作业，听说爱先做题，家务听书做题过后，才使用手机嘅。还爱记得同屋企人多共下，大家和和闹闹过日嘅，佢真系真有温情嘅家庭生活。